今次我哋會用一啲內部嘅銷售資料，包括部門、產品、支付方式、數量、金額等，示範一啲分析。第一步，將鼠標放喺資料範圍嘅任何一格，然後按 Ctrl 加 T 建立表格，並命名為 Order。設定銷售金額滿500元嗰陣有額外獎品，同埋將依義命名為 Price。建立欄位叫獎品，用函數 if 去區別該項銷售係咪符合預設金額500元。咁函數 if 咧就有3個參數啦，一條件，二符合顯示，三不符合時顯示。今次係當銷售金額大過或者等於頭先定義嘅price 咧，就顯示 yes；當細過 price 就顯示 no。函數 sum 呢，只要填寫要加總嘅範圍，就可以將範圍加總。函數 subtotal 有2個參數，一計算功能，二係加總範圍。今次計算功能係用9代表加總，範圍係用 order 嘅金額。函數 sum 咧同 subtotal 嘅分別係，當我哋用篩選時，函數 sum 咧係唔會因應範圍內出現嘅資料而更改嘅，只會一直為整個範圍加總。而函數 subtotal 係會因應範圍嘅改變而更改加總嘅結果。當你用篩選時，資料會變更，同時 subtotal 又會相應更新篩選後資料嘅加總。Countif 咧就有2個參數，一條件範圍，二符合條件嘅值咧。今次計算當獎品欄等於 yes 嘅數量。而家咧，我哋可以試下更改依義，即係定義咗 price 嘅值時，就可以睇到唔同金額下可以得到額外獎品嘅人數同銷售金額。